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6日，箴言16章60安尼讲：对怜悯甲诚实，罪过得到赎回；对敬畏耶和华，就离开歹代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有怜悯甲诚实，就罪过得到赎回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、信实、公义的上帝，你是满有慈悲、怜悯的天父。你的权能充满伫全地，你的恩典遍满伫通世间，你的慈爱永远直定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无因为阮的罪过来气杀阮，反倒当用永远的疼来疼阮，用你的信实引带阮。主啊，阮要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求你日日用真理的光来照阮，互阮在省察家己的罪过，愿意谦卑来悔改，无互罪伫心中来生炭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搁较珍惜你所赐互阮的新生命，互阮伫每一天拢靠着你来活出圣洁、公义、仁爱的见证，互阮敬畏你，远离歹，来荣耀你的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